歡迎收聽思前想後天馬行空。首先覆下呢個網友飛得好嘅貼飛先，真係唔好意思啊！今日呢唔記得 check email，所以好晏先幫佢貼咗張飛落去嗰個貼文版度。咁佢留言話：大家一齊贏多啲好啊！買一條3穿1女足過關 ，OK 點啊？另一位貼飛嘅網友俾你，應該係今次嘅大熱門係嘛？聽日跑埋星期3夜晚結束喎，睇嚟。我冇真正計過，你好似應該領先緊喎，10月份點啊？首先就係呢個網友卡神精神爽利3個紅心沙放煙花，好啊！跟住佢又講話，師哥你真係讀咗，唔好意思，其實我係話自己唔好再試，唔使咁客氣啦。其實有睇片好正啊，有留言啊更加正啊！網友 coffee 3個紅心3個放煙花，多謝 coffee。再嚟網友係收衣青。3個紅心，3個放煙花，3個手瓜，3個手指公，掂啊！然之後網友 Angel 佢話呢，預祝各位網友繼續貼飛喎，4個放煙花好啊！然之後網友 Angel 又問啦：晚上好先生，葉本威出全晚出4隻，得R6、R7、R8都係配金剛城，未必贏嘅，但係全部輸晒，可能性就唔高，其實高嘅。陣間你聽嗰個分析騎師嗰度知，星期4晚或者有雨，配泥地好手點，應該冇雨啊。網友高斯時4個紅心，較為喜歡呢個風繼續吹搭加州星馳，高斯時都係冷門擁護者啊。OK， 然之後網友張川5個手指公，4個笑，4個大笑，2個微笑，好。Ivy 3個放煙花3個紅心，多謝 Ivy。然之後知嬲3個紅心3個放煙花，多謝知嬲。然之後兩毛4個紅心4個放嘢，多謝兩毛。其實咧兩毛次次都有留言啊，基本上 Angel 又次次都留言，于永確又次次都留言，真係勁啊！咦唔係喎 Angel 唔係次次留言喎，我記得有一次冇喎，幾少嘅？原來我記得嘅。張川就次次留言喎，即係如果留言冠軍呢位就呢3位就係3甲啊！啊唔係啊，最多應該係卡神啊！唔好意思啊，真係唔記得咗添。仲有收衣車，哎呀乜越講越多，唔好講啊！而家講多錯多點，多謝咁多位先啊！有一網友有 PPH42791650米未跑過，不過呢論血統加州星馳冇係贏1009米。OK， 網友呢個空開星3個紅心5個放煙花。哎呀喉嚨成日沙沙地，瀨嘢食一粒藥先咧今晚。廢戶加油，3個紅心3個放煙花，多謝廢戶。趣味練馬師王，首先呢五棒字啊，36蚊1號，其他22倍，其他睇運啦。呂健威3隻有機會攞12分，蘇偉賢3隻有機會攞12分或者8分，其他嗰啲都唔使諗啦。咁即係話呢，呢個22倍。話8分12分都22倍啊！咁即係五棒子死梗，死梗！即係佢有啲咩馬熱嘅大佬，精明選擇，金多喜，奮鬥心，好多利高都虛喎，全部都係即係實拿實似。2號大衛是係咪有一隻5日快車執硬12分啦？不過佢好似係得一隻啫喎。咁點解話泥地唔整多隻啊？喂，泥地場次唔多啊嘛，你成日都湊唔到咁多泥地馬出嚟㗎啦。邊個唔想幾隻泥地馬擺埋一齊一次過啊？過3關啫！即係五棒子唔好做標準，揾大衛起做標準。當大衛只係12分5夜快車，其他攬個6分，即係18分，18分4.75倍。又或者5夜快車12分，加一隻4分16分，16分4.75倍。聽日有機會贏咗18分到20分，已經係冠軍練馬師嘅咯，唔出奇喎。好啦，我哋睇下成排咁數落去。咁到底係咪呢個告東尼插隊呢15倍呢？睇落啊，睇落唔係。如果你話告東尼唔插隊，根本就係15倍。咁啊，即係5號葉楚雄到6號葉本輝係掉隊喎。嗱，你4羅富全7啊嘛，5號6號可能係10倍12倍咁樣，告東尼15倍咪啱數啊？咁啊，告東尼15倍，咁沈集成應該25倍或者20倍喎，而家係插9喎，即係沈集成插9啊！大鑊啦，佢咩咧？沈集成第4場堅有利，第5場上善寶，第6場有派頭，3者有機會攞分，但係點攞都唔夠24分，有機會12+4+4即係20，或者12+4+6即係22，
最有機會贏練馬師王。聽日嗰個就係沈集成插9倍，而且仲有一個好處就係點咧？佢第4場先開波啊嘛，頭2場嗰兩隻都唔得噶嘛，你唔好話得啊，得係一折墮，咁點得啊大佬嚇？有型勇士、靈盡動力嗰兩隻死咗，其他係贏咗，咁佢都坐住9倍到12倍俾你買啊！練馬師王，即係你可以買20蚊9倍先，跟住去到第4場整多80落去，可能12倍喎，咁咪發達咯啊！即係提議練馬師王買沈集成插隊。咁好啦，我哋平時講開嗰個阿葉楚航，我咪話佢20倍到25倍，你可以買啊，佢有機會啊嘛。今次唔係，點解唔係咧？即係平時阿葉楚航得嗰啲20到25倍咧，12、3、4號嗰啲係5、6、7、10倍嘅，其他係4、50倍嘅。即係話成個表列出嚟咧係正路強弱懸殊嘅。即係話最冷嗰啲係70倍、80倍、60倍。咁啊葉楚航係20到25咧就有料到啦。咁但係而家最冷12、3、4號都係20到40倍之間。佢嗰20倍咧，葉楚航咧係唔值買，偏冷啊，唔係偏熱。即係如果你葉楚航可以上日咁樣10倍咁就似啦。而家20，咁佢有咩啫？即係歐洲傳奇你都係靠估啫嘛。勁進光輝黎地德、運來勇士靠估。優才靠隻都靠估，咁你係咪啊？沈集成嗰3隻唔使靠估喎，實得嚟地喎，即係咁可以照贏咁啊，冇計啊！即係我唔睇好葉楚航，亦都10蚊都唔會買佢。至於Angel最中意嘅姚本輝，即係你係咪金剛城效應啊？超加日遲千里，瑞奇威風追唔抵62，但係聽日唔會62嘅，聽日肯定12倍嘅瑞奇威風。即係啱禮拜啊，金剛城先至大好機會。當然啦，唔關佢事啊，但係嗰啲馬都係坐驗望唔到一，就只不過碰到強手啫，冇理由2日都餵馬俾你食噶嘛。即係打麻雀打龍通，你都下下都鬆張俾下家，你都唔會呢鋪又鬆下鋪又鬆噶。即係你當其他人死㗎。即係所以我唔睇好姚本輝金剛城。即係而且姚本輝有機會係掉隊嘅喎，佢可能係應該15、16倍嘅啫喎，而家掉隊喎。又或者即係金剛城效應喎，啲人買多咗姚本輝練馬師王喎。好啦，如果按翻我成盤棋都按告東尼做標準嘅話，當佢唔係插隊，只不過正常賠率。如果告東尼正常賠率15倍嘅話咧，咁鄭俊偉嘅18倍咪啱咯，徐以石嘅20倍咪啱咯。咁無偉傑同賀賢大鑊喎，兩個掉得好緊要喎。無偉傑幸運福星官萬物越買越唔對路，即係已經香未跑已經香咗噶啦。好啦，賀賢3隻，即係勁先生、福國寶、肯佩斯都香埋喎。不過佢3隻，佢其實個處境好過無偉傑嘅，制唔過啊，買唔過。你話唔買阿賀賢得嘅，咁得啊，咁你咪等第5場咯，等人哋攞到差唔多分啦，即係其實每人都係10零分嘅啫攞到，咁去到第5場阿賀賢啲馬咪抵買咯，後邊嗰3隻啱先啊，咁到時先買嘅未遲啊，你估你唔一定要買練馬師王，即係另外有一個好奇怪嗰個叫12號徐以石，點解你東方寶寶3倍你排12位咁折墮咧？咁陰功嚇，你徐以石嗰4隻。點都好過無偉傑嗰4隻係嘛？佢哋有隻3倍東方寶寶，72蚊星火燎原，87蚊鑽石星空，鑽石星空死嘅冇理㗎。咁啊無偉傑開波咪又係仲衰，你咪買官萬物87，幸運福星80，其他咩士登41，凝聚美麗25，遠冷過你徐以石，應該係你啊！徐以石排9位喎，無偉傑排第12位先啱啊嘛。而家徐以石一開波排12，即係話佢最熱嗰隻東方寶寶咧唔會贏，跑盡可能都係2、3分鐘跑嚟4，即係死俾你睇，即係唔抵咯，即係冇可能爭唔到個第9位啊嘛。徐以石嘅3倍，潘明輝嘅3倍，你買唔買啊？你中意買啊買，好啦，咁啊點解我話今次冠軍練馬師可能18到22分已經贏到啦，24未必有，真係
方嘉柏都可以啊，反插。嗱，你日日獎，你咪最多預佢4至6分，佢成手馬就得日日獎啫嘛。再隻堅多福又係4至6分，咁佢冇殺着，佢仲要排喺呢個蔡約翰後邊。你諗下，仲要排蔡約翰後邊喎，佢可能都係開45喎。但係嗰個反插17代表咩咧？代表1到13號，大家都唔夠膽買。唔係唔夠膽買練馬師王，大家佢哋自己出擊嗰一隻急手牌咧，都係得一兩隻，大家都係得一兩隻喺度食，形成咧方嘉柏變咗咧個賠率咧反而調翻上次上升。啊，仲有一樣嘢，即係你想買即係馬房起碼咧，你除咗買沈集成之外，其他唔好買，唔會有馬房起碼。如果唔係啊，方嘉柏都唔會反插17倍啦。總結，徐雨石。東方寶寶好牙煙，但我又唔敢查佢喎。聽日查唔晒，到時出片再決定。好想查，但係覺得好似跑第3老土。如果要買嗰、個練馬師王，買沈集成9倍抵買，又或者可以買10蚊蔡約翰40倍。喂，啱嗰次星期日嗰次先輸咩3倍4倍，1號輸咗蔡約翰，而家你俾個40倍你喎。而家佢嗰兩隻咧喺後邊喎。第6場大利好運，第7場得心之源，仲有超眼光，佢攞24分咪攞你命，後來居上，哇發大佬！隻正路投注沈集成，爬大冷，蔡約翰10蚊，徐雨石、東方寶寶甚危險。我咪講漏咗個羅富全咧，但我睇唔識睇佢喎，好捉唔到啊！有啲咩靈感羅富全？因為5福星完全冇位置飛，好詐忌。趣味騎師王1號潘頓6倍，14號其他10倍。哎呀，好似細路仔考試咁樣，次次派份卷俾你，次次都唔同題目嘅，咁難讀，咁難考嘅啲題目。即係1號潘頓係6倍，其他係10倍。咁即係話潘頓連12分都冇啦，唔會有12分啦。咁啊死喎！我中意沈集成喎，潘頓騎堅有利喎，咁即係點啊？即係攞6分啊！然之後專項贏區0分，勁先生0分，有型勇士0分，官萬物0分。哦，我哋吉弟。好啦，咁點解其他10分啊？邊個啊？嗌道南啊，贏一隻咯，5夜快車12分，得心之餘跑過第2。12加6 18有機會贏喎，呢次其他好少10倍喎，我好似冇見過其他10倍喎，即係其他10倍係贏嘅喎。不過你買其他買到10倍真係好陰功啫。即係仲有邊個10倍啊？又係周俊樂有機會喺佢喎啦，魔法速遞有人挑啊，南區王即係如果排內檔佢唔係23倍喎，佢係40-50蚊啫喎。勁進光輝色泥地天下寵兒睇嚟嘅樣似啦。即係炒炒埋埋一碟，佢都有機會有20分喎。優才如果佢前面得優才有機會得埋喎，菜撞講鬼。咁如果周俊樂真係咁 work 嘅，咁點解唔周俊樂擺入裏邊咧？點解唔擺喺1到13號咧？周俊樂點解周俊樂唔係馬少喎？周俊樂6隻喎，大佬。即係你有時布文都擺落其他啦，咁你布文今次都唔叻啊！即係聽日騎師王。攞到18分有機會贏，18分贏或者20分贏，哇！鬥落最尾喎，大佬。好啦，1號潘頓6倍，13號黃志宏15倍，即係你點插隊咧？點調隊咧？冇意思㗎，完全個賠率個幅度好窄。即係我哋唔好揾邊個，我哋查下邊個咁啊嗱。9號布文，宜昌奇兵，我中意啊！星火燎原有 pace 機會啊，有派頭有 pace 機會啊，咁3隻加埋6-3-18或者4-3-12，咁你點解唔係叻過奧爾文呢？領創動力識跑嚟點咩？逆市奇葩都學10年都冇發過事嚇，奮鬥心上次走光，今次恐怖嘅話大熱鑽石升空，成年冇跑過。都靈復星，仲舊年就得啫。今年點解你奧爾文9倍咧？3號咧，布文9號25倍咧？我即係唔係話奧爾文得啊？即係奧爾文咁屎嘅坐騎都可以排喺第3位，即係代表咧布文聽日攞到6分算你叻仔。
即係睇咗呢個騎師王賠率，我連第一場宜昌騎兵都唔要，直情都唔買添。另外一個10號鍾易禮、劍無名、運來勇士、加州星馳，其實個道理同布文一樣嘅喎，冇理由排咁後嘅喎。咁當然啦，一個係布文，一個係鍾易禮，可以俾5倍你嘅，即係話如果鍾易禮應該30咯，而家嘅鍾易禮25啊，算係機會好過布文啦。嗱，你11號蔡明紹有插20倍，炒好少啫。潘明輝炒得勁喎，黃志雲炒得勁喎。好啦，潘明輝炒得勁係咪即係東方寶寶得咧？徐以成冇插過，即係我睇法就係布文鍾易禮唔喐。11號蔡明紹、12號潘明輝、13號黃志雲，佢哋插唔代表佢哋真係機會突出咗，而係1到8號嗰啲馬咧，佢哋原來每人得一隻。變咗每人都買得好少，每一個騎師佔個總彩池嘅比例，佔所有彩池嘅比例都唔多，所以有機會後邊嗰啲冇乜大機會嘅，佢都會有一個反插嘅效果出嚟。即係你1號6倍啊嘛，譬如你11號係包蔡明紹包咩20倍，6倍到20倍，成個幅度都係得嗰14格。你任何後邊嗰啲乜鬼嘢潘明輝、黃志宏點插隊？拆嚟仲唔係冇意義嗰啲，反映唔到任何事情。即係騎師王幾好啊！你跑完第6場嘛，諗買邊個都未遲啊，都仲係有機會。即係咪其他艾杜拿咧午夜快車得心之餘咧，定話好離譜嘅周俊樂咧？天下寵兒競進芳輝、優才魔法速遞咧，真係咁得嘅？你又唔會14號啊？真奇怪。十分奇，我寧願買艾杜拿都唔買周俊樂，但係冇分別咧，大家都係同一個彩池，都係其他。即係如果你中意艾杜拿，你等於買埋周俊樂啫。係啊，呢場揾個重心，即係頭先嗰場揾告東嚟做重心啊。其實呢人重心你應該揾6號田泰安係8倍，一路判斷6號田泰安係8，即係其他都係6、7、8，咁就啱啦。點啱法咧？奧爾文9倍唔係得，係掉隊，黃寶利掉得仲勁。金剛城因為佢啲人買個開齋，買到第5位啫，其實佢又掉到11，正宗標準線應該係話喺田泰安度8倍，即係你睇金剛城嗰站啊，超加過起喎，日遲千里好空喎，瑞奇威風斷估啊，咁你田泰安你嗰隻5福星都係斷估啫，金多喜都係斷估啫，堅多福唔斷估喎。點會你田泰安排6位，金剛城排5位啊？咁即係話田泰安8倍係啱嘅，金剛城只不過買熱咗啫，而家咧又變翻冷，即係話咧呢個奧爾文、黃寶利、金剛城不需重視。好啦，田泰安標準線，咁田泰安抵唔抵咧？潘頓6倍，田泰安8倍，咁你買潘頓好似好啲，田泰安8倍。好啦，下邊嗰個反而有機會你搏下喎。嗱，下邊嗰個叫艾少麗，佢7號。10倍，8號已經20啦，7號10倍。佢有咩馬咧？明天更好，得與唔得之㗎。明天更好係咪羅富全咧？超眼光有機會喎，跑得好快有機會喎，但係你好運有機會喎，肯佩斯有機會喎，全部有機會。即係提議你買騎師王，買艾少麗或者其他，因為其他有兩飛叫啊嘛，周俊樂、艾杜拿，周俊樂應該叫唔到啦，都係艾杜拿嘅啫。嗱，今次趣味騎師王、趣味練馬先王咧，又發明咗一個新詞語，叫做標準線，又係無中生有嗱，呢條天馬行空亂噏無謂。騎師王嘅標準線應該畫喺6號田泰安度，睇下聽日係咪啊？係咪嗰個結局啊？我哋攞條線嚟畫，到底嘅上面下邊嗰啲走勢啱唔啱？練馬師王嘅標準線應該係告東尼15倍。好，講翻第一場，其實咧條片應該拍成半個鐘頭，大家中唔中意咁長？神經，諗住邊個人聽咁多嘢？係我真係唔係好明。好啦，第一場午夜快車買硬嘅，即係你得唔得，易唔易另一件事啊。所有嘅馬你自己買開，你覺得佢有機會，數據又合乎，即係機會咧越提升，衰係在賠率咧降低。咁好多時候你覺得唉咁辛苦咁熱唔買，佢就跑完呢次，佢呢世都唔會再贏咯。咁點咧？咁點咧？即係咁我贏唔到錢，咁好啊。咁而家唔係贏錢，梗係當然好啦。但係你跑馬或者賭馬或者爬馬過程當中，你係睇到一隻馬，你覺得佢有機會，慢慢從嘅機會越嚟越高，
咁你後尾卒之都贏咗啦，咁好分梗係當然好啦，唔好分都無奈啊。咁當然呢次有機會，呢次5夜或者可能輸到我攤攤腰都唔定噶。咁又咪未輸過，有乜所謂啫？有乜問題啫？又咪唔慣。即係如果你賭馬賭到最尾，你反而熱嘅，你驚嘅，咁又好似講唔通啫。即係賭到最尾，你熱嘅唔想買，咁啊即係你話俾你聽，你自己諗嗰啲嘢其實都搏下咯。一到熱嘅，你又覺得機會唔抵啊？咩叫唔抵啊？即係話機會唔高，又熱你先至唔買啫，咁為之唔抵咯。咁啊即係機會唔高，你不嬲都買，咁你係咪即係自己冚自己即係一路跑嘛，一路冚緊自己咧？咁係咪買身家？咁啊唔係啊，即係你點都要買，10蚊你都要買㗎，即係你證明你自己眼光啱啊嘛，係咪啱聽啊？好啦，從一開飛12點到呢分鐘夜晚21:59即係10點啦，買咗10個鐘頭飛，都仲係隻5號宜昌騎兵位置係全場行嘅。而家唔係嘅尾3添，佢基本上全日都係最冷嘅位置喎。即係一隻馬贏唔贏到唔緊要啊，你連位置都咁冷，你憑咩咧？嗰個係布文嚟喎，大佬。即係我條單 Q 嗱，佢本來開飛嗰陣時3搭5夜快車搭宜昌騎兵咧係50倍嘅。咁當然啦，呢條飛唔會50倍噶。你見到個布文你都會拖翻10蚊啦，拖下又變咗而家咁樣啦，20倍。即係呢場呢要講多兩句咧，冇嘢講啊！咩單 Q 買唔到又冇其他，唔想買其他都係亂搏。咁啊買翻隻5夜快車獨贏位置唔使買多噶，4 win 一 pace 得噶啦，即係意頭下咁噶。即係你買50蚊40蚊獨贏10蚊位置。咁如果跑到連 pace 都冇嘅，咁你咪接買咯。第5場4班12米，5號天下寵兒。即係呢啲嘢係鋤頭腳喎，舊年跑到而家跑16次，1 win 3 Q 2 pace 6 over 16，即係睇佢跑草地實力盡晒啊！舊年47分贏潘頓，今年你跑草地要贏，你最多48，而家52咗4分，即係跑泥地輸下減下分。嗱呢次再輸佢會減咗2分。好啦，但係呢隻係鋤頭腳喎，呢個練馬師呂健威非常之識得氹呢個周馬主開心。舊年交到足啦，1 win 3 Q 2 pace，今年2場都冇飛。第一場霍宏星1檔11倍已經唔掂啦，即係1檔11倍點會啊，大佬！上場化活谷更加24倍，今場周俊樂反而12倍，1檔129磅，周俊樂減2磅，127，即係已經減2分咯。1檔好輕鬆咁樣可以控制步速，亦都可以守住內欄第2位。即係你呢場馬，大家都係跑泥地，得個估字咯。你識跑泥，即係唔使殺晒噶。你企喺呢度5號，你分已經贏晒啦。因為下邊嗰扎都唔叻，就算我啱上2次買嗰隻心中有數，佢都係香2次啊，自己都唔夠膽搏，仲喺度減緊分。即係轉嚟泥地，即係3檔啦，40蚊 pace 啊！即係你同阿天下寵兒一樣，即係你買天下寵兒，你可以買埋心中有數嘅2隻馬，亦都有機會一齊減分，喺泥地洗地、草地出擊，亦都唔出奇。即係而家5搭10 1,200蚊，咦？位置 Q 咁熱嘅23倍啊！離譜。好啦，如果呢場馬唔係沙田千二嚟，係花甲谷千二草咧，5搭10 150蚊都冇喎，大佬。好啦，仲有一隻12號順善寶。即係今年第一場22倍喎，第22次場次5.2倍又冇賣，但係後尾第2次咧，金剛城嗰次咧有賣，佢守住個內檔，即係佢太好啊！前面有望空，佢留唔到啊！即係搶咗喺前邊，即係跟前咗，翻嚟散又散唔晒喎，輸個零馬位，即係證明咩咧？即係馬喺45分可以跑入前5名，而家42減3分喎，老友。當時45分狀態都唔係最 fit 嘅。上次已經換班得嚟嘅，即係佢覺得金剛城騎得唔好啊，擺得太前。因為嗰場050場次佢係瘋狂落飛嘅，即係最尾1分鐘有10幾倍跳到落去得46蚊。佢嗰個走勢佢點贏到啊？要生喺度，或者佢自視過高都唔定。上一次又跑1400，已經換翻班得嚟，喺前面狂放，喺度試前速試氣量。呢一場咧減2分42，其實輸多一場就落5班啦。但係呢啲馬57身點會落5班咧？而且馬唔係咁差喎，你睇下舊年又好，今年又好，佢從來都冇輸超過3個零馬位喎。泥地又得5檔啱啦。你其實呢隻馬係咪1400？有冇1400氣量？呢分鐘未必有1400氣量喎。即係嗰場金剛城
即係去到1300最勁喎，1400翻嚟得個第5喎。即係依家咧，譬如你跑1200泥地，你5檔一出閘，你就係守住2、3位啊！即係你話狀態，佢更加比呢個天下寵兒同埋心裏有數好啊！出賽次數亦都好，所以點解我話沈集成次啊？而且佢係插隊添，即係呢場應該揾12拖呢個天下寵兒，心裏有數，獨贏買12。第6場晏晝開飛，佢曾經喺早段咧精明選擇大熱門，冇問題啊！呢啲 OK 嘅，你當佢小表現好穩定，啱啊！但係呢分鐘買到咧，夜晚10點鐘咧，pace 係36蚊，獨贏10倍咧，位置太冷。即係你獨贏10倍，你位置26、7差唔多，你36太冷。因為你始終你喺4班，你有實力跑有3甲啊嘛，咁但係你應該位置飛重啊，你冇理由位置飛冇飛啊嘛。反而嗰隻咧成日都跑包尾姍姍來遲，但係好運咧，從頭到底開飛仲29蚊 pace，而家賣到10點都仲係34，14有大力好運飛硬。而且呢場馬快馬多啊嘛，諗住咧揾日大冷配角瑞奇威風，點知而家變咗大熱門嘅金剛城，即係好正路噶啦。睇下佢，我唔係話隻馬贏得正路啊，而係啲人個個都買 win 啊嘛，獨贏59位置28，即係冇人排 pace，全部都係一種嘅開齋效應。川河營區喺早段咧冇飛嘅，而家買下咧，即係群龍無首啊！啲飛又慢慢墜翻落潘頓嗰度，獨贏74，位置24。加州星馳就因為冇留意佢啲飛，但係舊年咁後生已經可以喺1200贏啊，泥地性能冇問題。今次喺位置38蚊咧，又唔係幾正。嗱單 Q 本來係8搭14啊，8搭14啊52倍。呢個係有飛嘅，高東嚟啲飛最尾落咁唔出奇啊！即係如果8搭10爆啲飛冇想象中咁有信心嘅話，退而求其次買翻4沈集成啊嘛！即係呢個大利好運做膽拖呢個4號有派頭爆加州星馳，全部都有分，都幾百蚊 Q 啊都係。好啦，聽日就係買呢個1、5、6、3場。即係當然啦，即係第3場嘅5福星輸咗我2鑊，我都會買啊。不過我唔敢貼啊，大佬。等我自己中咗再貼咗份俾你牙刷刷啦。而家我唔敢講，好驚。12年啊，文字版都唔會寫5福星3個字，無謂篤眼篤鼻眼冤。好啦，多謝大家收聽，拜拜。